小男孩第一次尿尿就把便池染成了红色，这一幕马上招来了后面同学的嘲笑，说小男孩一定是来大姨妈了。小男孩听了满脸尴尬的逃离了现场。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回到家他立刻开启电脑上网查询自己为什么要血尿，不料网上的诊断是他患上了癌症，这消息直接把他吓坏了。到了晚饭时间，小男孩正在犹豫是否该告诉母亲时，突然肚子一阵剧痛，这个动作引起了父母的注意。看到被染红的厕所，父母二话不说，赶紧带他去了医院。经过医生的初步检查，诊断出是皮肤表皮组织过长，加上长期摩擦引起的过敏性炎症，只需挂个水和吃些消炎药几天就能痊愈。为了孩子的健康，父母决定让他在家休息1周，但这小子仗着自己年轻体质好，偷跑到小卖部买了几本美女杂志，回房间享受他的奇妙之旅。等他状态萎靡的回到学校，在一次体育课上突然肚子又痛了起来，他本想请假，但被体育老师误以为是在偷懒，让他先跑完步再说。没想到他刚跑不久就晕倒，体育老师急忙背他去医务室，却没注意到衣服已被鲜血染红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一下，他刚上课的时候晕倒了。你怎么流血了？啊？他是不是生理期啊？他是个男生哎。为了查明儿子的病因，父母带他去了大医院做全面检查，不只做了 CT 扫描，还包括了血液和尿液的测试。这时候的小男孩还在担心是不是自己体力有问题，但当检查结果出炉，却让人大吃一惊。医生经过详细诊断，发现他是极为罕见的双性人，也就是他体内具备2套生理系统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体内才会分泌血液，为了保命，必须去除其中一个性别。听到这消息，父母心里一阵慌乱，但为了孩子能健康生活，他们决定进行手术。但选择性别的问题让他们犯难。经过一番商议，决定让孩子成为女儿，这样既能节省未来的彩礼，也无需担心婚房问题。为了不让孩子受到打击，夫妻俩悄悄签订了手术同意书，而孩子还以为只是做个小手术去除多余的皮肤，却不知这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。